世界各地的莲友啊，我们正国寺的法师们啊，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那么我简单这么写给各位大家可以参考哈。首先我这么讲的持戒的秘诀是真实不虚。你怎么持戒嘛？这个戒是我们佛陀一再强调，以戒为师，以戒为师。所以我们持戒是我们修行人的像生命一样，你没有了戒体了，那你的功德力就报销了，临命中会颠倒，会错乱。所以持戒它的秘诀，真正持戒的要领在哪里？它要就真实不虚，我就实实在在啊，会一点都不虚伪，一点都不造假，我实实在在的，我内外一如啊，表里一致，我要有最真实的、真正实实在在的、不虚伪的。这我们做人讲话也好，我们的行为也好，我的思想思考，我不欺骗，不耍诈啊，不耍诈。我实实在在跟人家交往，各位，这就持戒的根本的要领在这里。人我的秘诀在哪里啊？怎么样得到别人对你的肯定？怎么样能够跟别人相处愉快？人我之间的相处，这个秘诀，这个要领在就你对我错，我们要尊重对方，尽可能的不要冲突，不要对立。各位，他愉快，我们也愉快，各位对不对？给人家占便宜，不一定就是吃亏。能够把事情做得好，这个才是最成功。所以跟别人怎么相处呢？怎么样好好的能够过得一个美好的日子呢？你不要对立啊，不要去比较啊，不要去诽谤。那最重要的秘诀在哪里？是你对我错，好，你对我们都尊重啊，给别人一种尊重。各位，你这样子做的话呢，你永远都在这个人群之中，你不会跟人家冲突。所以只要你的心态上，不管他讲好讲坏，讲对也讲错也好，我们都基本上尊重。好，你对啊，因为你有这种态度，委婉的态度，恭敬的态度，尊重的态度，各位，那你在跟别人的交往，你会受到大家对你的敬爱，会给你爱戴，肯定你。所以这个人我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。法喜的秘诀在哪里呀？是放下自在。怎么样能够得到法喜？从内心里面，这个不是用钱财可以代替的，不是外在的这些物质可以来交换的，不是，是那种佛法上的喜悦。它的秘诀在哪里？是放下自在，是你内心能够看开，能放下，不贪求，不执着，不冲突，能够放下，那你的心就无挂无碍，就很自在，是放下自在，这个才叫得到真正的法喜。各位对不对啊？真正的法喜，就是你了解到世间的因果的重要，了解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我，就了解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虚幻不实。如果你懂了解，你计较什么？你要计较什么嘛？你计较什么？对你也没有好处啊，各位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心又起烦恼，一直拼命要争，拼命要抢，这种人烦恼永远不断。你烦恼不断，那你的心不干净呢？不干净，你的佛性就显露不出来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真正的法喜在哪里？就不计较嘛，不计较。各位，一切都能放下。各位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放下才能自在嘛。健康的秘诀在哪里？就少吃，要多走。吃今天的新闻媒体报道，台湾呢现在肥胖的人呢占了49.55%，逐年的增加，每一年不断的增加，这个对人体的伤害就会很大。肥胖是慢性的疾病。不能肥胖，人一旦肥胖，你的疾病就会爆发，就会跟你纠缠啊，就会惹祸上身了。你的身体自然会亮起红灯。所以健康的秘诀在呢，少吃，吃一定要有一个节制，
节制啊！我们经常讲要六的生活，你要6分饱，知道吗？要6分饱，晚上6点以后不要再吃东西，因为它没办法消化了嘛，你没有动嘛，你就坐的嘛，你就躺的嘛，所以你没有消化，你自然就会臃肿，就肥胖，所以对身体就会伤害。所以健康的秘诀在哪里？少吃，多走就要多运动，多动啊！我们说饭后100步走啊，活到99。我们一个人一天如果走1万步，这个人长命百岁，长命百岁。所以要少吃，要多走。念佛的秘诀在哪里啊？你念佛怎么样能够欢喜啊？开心、高兴、有希望，而且要这样，就是在信愿坚定。你要相信，我念佛，我相信阿弥陀要救我，我愿意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非常的坚定，牢不可破，很坚定的，你怎么样都不能去动摇它。这个就叫念佛的秘诀就在这里。如果你能把这个信心建立起来，你愿意往生的心也非常的勇猛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必然成就，必然能够往生。好，这一辈子你的来这个世间的真正的意义跟目的，完全能够达成，完全达成。所以这一章，师父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，我们互相来鼓励，互相鼓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